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称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袂水。好朋友来讲，平平伫咧歌坛，平平伫咧艺界，互相中间计较的嘛是真济。有的庙会婚宴场，那即个伫咧唱鸭场、唱马鞋，另外迄个有的就饲母饲厝，尻川后咧讲啊讲，当迄款的也无我出名，也无我迄度唱马鞋。毋知是滴扑仔声，还是赶人客哦。伊安尼坚持要唱马的，就是假小偏看，偏看偏看。即句话，台日大书典内底有记载，毋过现代书典差无。老辈加减有咧讲，你甲听，偏搁兼看。那以现代台语的解说，就是讲假占便宜就对啦。好，假偏看，坚持啦。逐摆拢调工讲伊时间坐车袂赴啦，拖甲安尼时到日到啊啦，已经人要散场啊，伊才来，安尼就拄好唱马的哩。互相中间，你若倒完的时阵，什么款情形都会有会。毋则讲我哪有迄个业界的头人出来要做中人，讲恁吼毋通两个互相相欺客，安尼吼，谈业界忍气求财，敢毋是较好咧？互相相倒完袂久长啦，我来甲恁敲切一下，好无？欺客欺客，台日大书典内底原来查有，毋过现代书典原来无记载。你甲看，欺个客，就是互相中间意见不睦的时阵相倒完。当然，欺客现代有另外一款的应用，就是讲咱较禁气的代志，咱较无爱去面对的代志。有哪讲叫做欺客啊？比如讲人迄条路，人都吼厝人苦中苦。咧做生咧，啊，咱唔通对遐过。当然，想较好诶，这嘛是唔敢去共交了着。啊，这个业界中人讲安尼尔，规气好人做大底咯。我甲你两个招做伙，坐对面，但你招阮两个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恁互相来打合一个，真真正正平平官青拄官青，唔通踮遐尻川后，踮遐讲甲一支长一支短。但仔讲我若见摆若咧唱鸭场，伊卖去，就安尼要放啊唔放，调工甲下个派，互我无法度唱。啊，若换唱鸭场，我就讲伊咧赶人客，毋免安尼，互相打合一个。即句打合，依然是台日大书典有记载。啊，毋过民间加减嘛，佫有人咧应用。当然，打合的意思，毋免各先加介绍，就是超切，就是大家吼切互得，安尼叫做打合。古早的台语的言词，现代咱就爱甲捡转来用，因为这是台湾话艺术。水阁好诶所在。